预算冻结，但是这摆冻结不是委员会冻结哦，是议会冻结哦。所以若要改动，不是提去到委员会改动哦，提去到议会改动哦。吼，应该是伫委员会改动。敢是安尼，柯老师？伊专案报告拢伫委员会，正常应该是拢是伫委员会。只是讲这个吼爱紧排啦，因为吼一档30%有无？一档30%吼，因为。每一个部会拢当30%的业务费，业务费是上重要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预算会期的延长赛，后会期就是预算会期的延长赛，爱继续落来。这是密扣啦，所以伊家伫委员会拢是附带决议冻结，然后甲委员会报告就好啊。恁这个唔是，这个伫议会你冻结这案子，所以变成去院会。解冻嘛，所以这样很麻烦，因为委员会1、3、4都开啊，院会只有2、5在开而已啊，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啊。我觉得就是说，我感觉应该是伫委员会解冻，只是你爱排足，你爱紧排，你知影无？你后会期爱紧排无？你个照选区嘞，伊逐个部会拢冻30%。委员，你选来个选馆长，你这熬夜时间，柯老师，真正要处理冻结预算时阵是真紧啦，不管是委员会嘛，到尾啊嘛一定要进入院会。微波炉洗洗就好啦。你像这样的气氛，你感觉有简单吗？基本就是啊，民航即马是讲着重点。无啦，因两个应该是有可能啦。今年的以中以升级，在审查过程当中变做安尼，上重要一桩代志，就我看起来。就是执政跟在野之间不协商嘛，伊就是两列火车硬要弄嘛，要弄互大家看嘛，所有可以发挥功能的关键的人物有没有全部不动手，全部就让他撞嘛，所以到最后现在是撞得满地都是零件嘛，今摆咱看到就是安尼嘛，那所以讲你讲就预算法的程序来讲，今摆这个问题会使处理袂，拢会使处理。你若阵进动协商好啊，讲好啊，你要解冻嘛，真紧啦，1礼拜。消炎的切的安尼大应该 OK 啦。你嘛走足久啊，对吧？刘发言你嘛走足久啊。他们感觉看过讲，真正讲政府机关拢无钱通用。另外我稍微说一下，可能咱观众朋友较唔知影讲，存1块你要安怎好做代志？业务费存1块要安怎好做代志啦？我咧讲，为啥？做，你薪水就好啊，真好啊。因为我伫台北市政府的时阵，慢慢拄着这款状况。散地嘅吼。我的机关无啦，别个人的机关有嘛。伊某一个项目去用砍，算1块。我第一届我拄着的时阵，我就讲，哪会安尼？伊要安怎做代志？公务员就发薪水就好啊，放假。唔是啦，要伊存1块的意思就是讲。让你有可以追加减预算，你若准讲1块都无，你的预算项目迄条有无，就规个去互抽起来啊！我即摆想要互你做，你就无啊！我即摆存1块吼。老师，为啥不准我即摆讲的是照预算法哦。就是爱追加减。不，我即摆讲的就是照预算法哦，就是追加减预算，还有特别预算。